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画面，这是清明连假的前一天，这东南水泥厂的独槽倒去，去缀着电塔嘛对咧倒去，影响到高铁左营到台南的营运。啊，为着要来抢修，所以这个台铁嘛不得不来断电，所以南马溪到新左营之间嘛是双向拢来停驶。交通部长王国才讲，将要向东南水泥求偿到底，这个台铁甲高铁加起来要要求赔偿7863万。规座阿蒙托塔向倒去，一件意外，互高压电塔扫着风台尾，毛126000人坐车受到影响。即摆高铁和台铁要向东南水泥求偿。高铁公司大概6680万6680，那台铁是1183。1183，双铁拢总求偿7863万，因为阿蒙托塔倒去离50公尺，就是台铁沿线，不致任何风险。希望求偿会当爱因会记哩。王国才嘛讲，清点沿线工程2礼拜内就会有结果。不过王部长上要紧爱处理的，恐惊也是台铁公司化分照。公司化不是台铁安全唯一解药。立委要求慢请审查官方版的公司化条例草案，因为台铁刚考虑到资产分配，啊无咧个员工的权益，嘛无周全的规划，特别走关。为什么公司化才是安全的唯一解方？上行没有办法下效。没错，组织不变的话，我再做多少的标准作业程序也没有用。组织爱改革，工会嘛爱调，台铁2大工会拢要伫咧5一劳动节依法无加班，行去街路抗议，想要对交通部施压。不管若是安尼，恐惊会影响到民众的通勤。祝他们5一劳动节这个快乐，但是民众会不大快乐哈。替代措施可能会启动公路运输来替到铁路运输，是吗？但是我不希望它发生啊。台铁事故一直团公司化条例放出来刷擦甲嚟不破，即摆还阁停伫咧询答的阶段，当时会当审查定案也未确定。就惊一天无瞧好势，还阁发生代志，受害恐惊一直是乘客权益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